Hello，大家好。上一次咧同大家講過 Manchester 啦，咁講到 Manchester 冇理由唔講下 MU 曼徹斯特大學㗎係嘛？咁呢一所大學咧都相當之有名氣㗎。嗱，原來咧喺泰晤士高等教育入邊咧有報告就係，究竟全球大學個影響力嘅排名會係點樣咧？原來 MU 咧係連續6年啊，都排喺世界頭10位入邊，即係話佢哋嘅學府或者我自己解讀啦，佢哋畢業咗出嚟嘅學生對於社會影響力咧都相當之強大嘅喎，係咪 OK？以至到咧甚至乎喺2025年嘅時間啦，MU 咧係全個英國同埋歐洲咧係排第1位嘅，喺 QS 嘅排名咧亦都係排第6位，每年係有接近36,000個學生係喺度就讀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引申到去諗下啦，就係話原來呢一群嘅學生極有可能咧係你哋嘅租客群嚟嘅喎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係會諗住係投資喺 Manchester 一啲物業作為被動收入嘅話咧，似乎近呢啲大學嘅位置咧就相當之有個優勢喺度噶啦。好啦，咁如果咁多位咧想知道多啲有關於喺 Manchester 或者英國其他嘅物業投資機遇咧，或者係其餘嘅手續啊稅項咧，直接可以同我哋嘅專業團隊嘅聯絡。好啦，今次時間差唔多，多謝晒大家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